哎，就这么点小房子，过2年咱俩要孩子了怎么办？哦，你父母也在这儿，咱俩在那个房子，你觉得这房子能住下吗？玛丽，怎么样啊？他们怎么说？强子答应了啊，真的？那小英呢？小英有没有什么意见？啊，强子说了，去做他工作，问题不大。真的？那我太幸福了，咱们2个人终于可以享受我们的2人世界了。太好了。哎，玛丽，还有个事儿，你想想，强子现在帮了咱是不是得帮帮他呀？强子有什么事儿啊？就工作的事儿，还没落实呢。哦，行，我忙完咱们结婚的事儿，就去帮他找工作。行，快把这个给我铺好了。来，你看，我说玛丽这孩子办事不错吧？嘿嘿，怎么着？现在帮你韩强了吧？嘿嘿嘿，人家这叫识大体，知恩图报。对，这样看来我也可以去城建局工作了。对呀，小英啊，你也得感谢我，在你和韩强的这个婚事上，你爸爸我是多么的英明啊！要不是我先围下这个玛丽，人家怎么能帮你们俩呢？你俩都得感谢我。也不知道谁当初那么反对我跟韩强。别捅我！不是，胡小英啊，你是我亲生闺女吗？你是我亲生闺女，你不是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，你干嘛处处跟我作对呢？叔，别生气啊，小英呢跟你开玩笑啊，开玩笑，咱不提这事儿了啊。他玛丽呀，还说先让我爸我妈跟我们过，然后明年再轮到他们家。就行，没问题，早轮晚了也一样。我说你是我爸还是玛丽的爸呀？你怎么处处都向着他说话呀？我当然是你亲爸了，我向着他也不是为了向着你吗？什么叫向着他就是为了向着我呀？这什么逻辑呀？哎，你说别生气，咱出去溜达溜达啊！说我带小英出去溜达溜达，走。你说的啊，你自己做饭。哎，不是，你要饿死我呀你！走了，走了啊！什么孩子呢？这是。别生气了啊，气大伤身。就是气那玛丽，凭什么她事事都占先啊？还说商量，那分明就是命令。我这不争气的爹，他怎么从来都不替我想呢？那你不同意下轮咱们？我也不是不愿意，就是觉得我受冷落了。从小我爸就重男轻女，对我哥那么好。你瞧我哥工作，他又送礼又忙前忙后的，我的事儿他从来就不管。现在这也没到你们家呢，又开始受玛丽的气。要是都没姐就好了，他肯定能对我好。怎么那么倒霉呢？到哪儿都没地位呢。小英，咱不管他们，你在我心里位置最高。我这肚子里除了肠就是你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何时跟我走？这就一室一厅啊，那厅有点小吧？现在这个房子都这么设计，这住不下呀。哎，韩康，来帮我看看，正不正啊？行，挺好的。啊，那我就贴上。一室一厅，
咱俩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。亲爱的，别弄了。韩刚，你觉得幸福吗？特别幸福。我也是。亲亲我。你爱不爱我？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来，谁呀？我去看看。哎，强子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别的事找着你们上这儿了。啊，哟，玛丽姐，韩强，你来了，换鞋吧。你给韩强拿拖鞋。哦，哎呦，哥啊，不换鞋了，我这脚太臭，我自个儿都受不了。没事儿，进来吧。哟，房子真大啊，比我那房子大多了。哎，快进来吧。我不进去了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那个爸让你回家一趟，有事儿说。哦，回家？我们这活儿还没干完呢，让他回家干什么呀？啊，哥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就知道了。行，那我跟你回去一趟。哎，玛丽啊，这样你先回家吧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就在这儿等你吧。你从你爸那儿回来以后，咱俩把剩下的活儿接着干完了。行，哎，走吧，强子。哎，玛丽姐，那先走了啊。哎，慢点啊。哎，妈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坐下。刚子，把你叫来呢，想跟你说一下。恐怕我和你爸爸还得住你那儿，因为强子那房子呀太小。真的哥，我那房子吧特别小，跟爸去看了。就是他那厅啊，只能放一个小的单人床，就像那种钢丝的那种，我们实在是住不下去。可是我跟玛丽说了，这怎么办啊？妈知道你为难啊，你回去跟玛丽说说，你好好跟她说，别着急。你跟她说，我们要是有地儿住，我们肯定也不住那儿，好好跟她解释解释。什么？还要跟咱们一起过？这也是没办法。韩刚，我真的是跟他过不到一起去，你也体谅体谅我呀。哦，你愿意跟一个不喜欢你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吗？我真的没有这个思想准备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他毕竟是我父亲。再说了，你想想，房子是老两口给我们兄弟的，现在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个我知道。可是韩刚，你想想，这个大屋子还不是我爸给换过来的呀。我告诉你，那如果是那2个小房子呢？那他们还要过来跟咱们一起过呀。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咱们有这个条件。但你不能这么想啊，现在只能想2家都是2个小房子，那这事儿咱们怎么办？你说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妥协一下，2家1人养1个。不行，你这明摆着把他们分开吗？我都接受不了。你接受不了是不是？那我不愿意他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玛丽，我发现你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小气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大度了。哎，什么叫我小气啊？韩刚，有的事情可以大度，有的事情它就不能大度。哎，你说咱家，哎，就这么点小房子，过2年咱俩要孩子了怎么办？哦，你父母也在这儿，咱俩在那个房子，你觉得这房子能住下吗？再说了，你爸，他又不喜欢我，他喜欢的是冬梅。要是你愿意吗？我还是这个意思，1家1个，让你妈妈过来跟我们住。你想想，这事儿要是说出去了，人家都得笑话咱们，说咱不孝顺。哦，你以为我愿意这样？这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吗？哎，你想想看，就那个韩强，你就算是过了2年3年，
哎，就算是过了5年，他不是还是这个样子吗？哦，这父母就得咱养一辈子了。可是你是兄弟2个呀，他也有这个责任，他也去得养父母。再说了，我爸我妈也会慢慢的老，我还得照顾他们呢。行了行了，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切